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最近敢有去急诊？急诊又搁出问题咯。100位急诊的医生要离职在年底，毋那急诊是安尼，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嘛咧找。咱希望这是本节目最后一届讨论这问题。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看卖。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민生病院總院長，嘛是前台大病院急診部的這主任陳文章。大家好，我是陳文章。那麼第二位前衛生署副署長李良庭。大家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公衛專家侯美香侯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咱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秘書長，嘛是萬芳急診室的急診醫師陳良虎。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來關心到底即馬又佫出了什麼問題？咱國內呢欠醫護人員的情形是愈來愈嚴重。那麼而且除了欠人，急診醫師平均愈來愈濟歲，無新人通接手，這嘛是真嚴重的問題。另外，嘉義長庚病院就因為神經內科醫師不足，有一寡時段無法度收腦中風的患者。衛福部強調，一直攏有咧改善急診的工作環境，健保幾乎來在預計呢，按算講6月就會發落去。台灣醫療環境繼續惡化，唔但護理師無法離治療，就連醫師也攏離開職場。根據台灣急診醫學會統計，今年通過急診專科醫師考試的人數也無到100位，也毋過有個今年會離職的急診醫師會超過100位。專家表示，其實更加大的原因是急診醫師也閣面臨高齡老化問題。你休不到假，你工時非常長，你沒有辦法準時下班，你得到的錢其實也沒有，甚至沒有到外面的其他診所或醫美的行業做得多。急診的擁塞，那病床的這個降載，讓急診科的醫師的這個壓力跟風險是在升高的，而導致年輕人可能在這個情況下不願意選擇以急診專科醫師作為他職業的一個優先性的一個選擇。那急診當前醫療也到紅頂社群媒體流傳一條嘉義長庚病院的信息，內容提到各大病院神經內科醫師人力不足，腦中風醫療崩壞。暗時10點到加長港早起7點，將無受理85歲以上還是治療效果無明顯的轉診，受被告引起議論。主要也是我們嘉義長庚醫院的醫師希望說，其他醫院可能有面臨一些急重症的醫師的缺人的一個狀況，那希望他們能做有效的一個轉診。在健保的給付方面，我們都已經前一陣子在5月1號有投入40幾億，那將會在6月以後就會開始來發放。衛福部強調，一直在改善急診環境，目前有3大做法，包括病院妥善調配病床、區校整合合作、分期分流落實。健保基會已經在今年5月起過到第40多億，6月以後就會開始發放，希望增加合理待遇，留住急診人力。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咱講這個問題吼，會使是講吼，華語咧講老生常談啊，常常咧講，常常攏知影，咱都知影這個病灶是倒位，但是敢安呢？這個病灶敢是有一擺吼來看好清楚。咱首先吼來連線在線頂吼，咱的陳醫師吼。伊是第一線急診的醫師嘛，吼。但醫師你甲咱講哦，是最近才出現，還是當時？因為我看這個新聞，還是我個人的印象哦。我會記得2010年左右，吼，差不多十幾檔之前就開始出現講，哦，急診人無夠咯，啊，四大皆空咯，安怎拄安怎？你即馬看到的情形是愈來愈嚴重，還是講無？即馬才出現呢？咱急診啊，吼，在塌掉這種情形哦，其實已經10幾年啊，吼，在10幾年進前吼，咱健保署伊就有一個急診品質的改善方案。迄當時陣呢，為什麼有這個改善方案？就是講，咱即馬去急診吼，病人傷濟啊，吼啊，
医生拢无人来做啊，所以这改善方案就是针对讲吼，你若是最近的一个病人送去动手术，吼，还是讲你上转下转，还是讲你有进专科的医师会当来你的急诊上班，毋是讲请内外科的医师，吼，大家来遮来part time，安尼这健保署会甲你补助，吼，啊，毋过种这问题吼，伫这10几年以来，这看起来嘛是拢无这改善。对我本人的感觉是讲，这几年愈来愈严重。在我差不多在住院医师头1年、2年的1年、2年的时阵，迄时阵一个病人吼，平均一个急诊等差不多1天以内一定会有去病床，就莫讲遐家务病房的，迄一定是随上随去病房，随去家务病房，啊无就随去动手术。啊，毋过即马吼，一般来讲，一个病人伫个急诊等3、4天，这是一般这普遍的一种情形。吼，那伫个即个时阵，咱那个医师啊，甲护理师的这日子，这辞职怀者，吼，算讲要去较细间的病院啊，是去诊所去做医美，这情形是愈来愈侪。吼，所以我只感觉讲，即几年的这目前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那是拄着讲，比如讲最近 COVID 个这侪人咧得 COVID 啊，是讲天气变化啊，是讲这连假放了吼，大家拢来看医生，种情形的时阵，就是雪上加霜，这情形变啊愈来愈严重。陈医师吼，头仔你有讲着，讲10几年前就提出一个改善计划，啊无改善，无改善是无处理，还是处理了唔对？你感觉是倒种情形？其实我感觉讲，咱政府一直拢有在想办法，看是讲要安怎处理。一般来讲，就是用加互病院一寡钱的这种做法。哦，啊，毋过咱伫咧政府咧做这样代志的时阵，咱就是嘛，佮面临到这高龄化的这个问题。哦，高龄化的问题是讲咱人的活愈来愈久，啊，愈来愈久的，愈来愈济，愈来愈悬的这个机会，会去看病，去用到咱的这个急诊，还是讲咧病院的这个资源。哦啊，伫即个当时阵吼，这咱个少子化，所以咧纳钱的人个愈来愈少，所以咱健保嘛咧化散，嘛咧化无钱。哦，这就是咱这面对到的这险恶的这种环境啦吼。啊，毋过这问题其实是全世界拢是先进国家拢共款的，拢生相的这种情形啦。哦，啊，毋过咱台湾是尤其个愈加严重安尼啦吼。所以就算讲是为了急诊品质改善方案，就算讲咱急诊的前辈。咱每一年每一个拄着这过年，也是这流感季，这过年的这种病人这侪时阵，拢有出来话，拢有出来讲啊，咱政府来救急诊啊，拢4大皆空、5大皆空，拢无人要做急诊医生，就算是安尼，这目前迄情形嘛是看起来愈来愈严重。但医生，我刚刚是讲，我甲你请教吼，我头仔听起来是世界各国吼先进国家。拢有即个镜头，啊，有倒一个先进国家吼，有解决的无？其实这侪其他的国家，伊嘛是拢咧问，看其他有各国家有做较好的。我是感觉讲每一个国家有伊个国家拄着的问题啦。咱讲咱台湾的病人拢倒伫咧走廊，拢倒伫咧医院大厅咧等病床。啊，毋过咱看国外的即个其实伊嘛是拢走廊排满满。哦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问题吼，可能无对一个国家有一个这完美这100%完美的一个改善的迄个做法啦。就算讲有感觉讲做较好，安尼嘛是相对较好，因嘛是国家因依赖嘛是有伊个问题咧面对的这医疗环境的这个问题安尼。所以当然一定有其他国家有做主要代志较好。啊，我感觉讲咱的长官。咱的这官员，也是讲咱这急诊的前辈，咱大家拢是资讯做流通的，所以一定会把咧做法想讲要放伫咱台湾的制度内底。啊，毋过就是讲改善到今嘛，你的这个成效看开，哦，可能是比袂上咱这少子化，对，这边少子化，咱这高龄化的这种趋势。陈医师吼，因为你要升离线吼，我搁甲你问一个问题，在你来看吼。
钱先压落去，会当先机会，敢有法度？伊讲健保即个卫福部讲，今年6月份钱就已经压落去吼，大家挂扣钱就紧留落来。敢是即摆问题是用钱降落去就有效吗？我感觉讲吼，这钱降落吼，一定要去看伊到底有造成咱想要造成的这种效果无？你即摆这邱太元部长伊讲的这30亿啊40亿，其实这是一个，伊主要是讲咱对今年5月1号开始，急诊的检伤因为急诊的这个诊查费、甲护理费、甲留观费、甲病房的这护理费，伊拢有调整哦，加起来差不多30-40亿。哦，啊，毋过咱来注意哦，这钱伊是互病院哦，而且这钱是互病院，啊，病院较来决定讲，伊要来发偌济钱，互这急诊也是在病房的护理师。啊，而且吼，在咱最近咱知影讲，这有个别种类问题，这个别种类这落去吼，咱病院迄皮皮喘，即马病院吼，连倒对这个别种类落去，伊来减趁偌济钱，伊拢无法度算出来。伊即马就算讲咱政府甲你讲，咱这急诊有加互你钱，你爱发给你以下的这护理师甲医生，这病院刚发。伊安尼，伊敢会讲即马这个钱甲伊发出来，啊，煞变伊后半年，伊后壁钱拢发袂出来，因为即马这病院嘛是咧观望，惊讲这个别种类情形吼变较愈严重，哦，所以互咱医院赤字变较愈严重，所以我感觉讲，你已经讲到2个问题啊，吼，一个就是讲这钱会有降落去，有降到我无？吼，拢降到头家人，吼，这其实毋是你头一个讲哦。我感觉这吼，对这个医生馆的这个经营者来讲吼，可能爱想看嘛，讲是安怎大家拢安尼讲钱拢无降互我，拢降到头家，吼，这头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讲，你他所讲的这个别的种药吼，即摆台中吼严重了开始出了问题啦，吼。啊，这小等下咱再来讲。我要想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除了这钱以外吼。我相信哦，真侪少年家吼，尤其即摆少年的医师吼 ，intern 的结束了后，伊可能选择无爱带急诊室啊。吼，真侪人像我免做医生，我想嘛知，我去到伊个急诊室啊内面吼，乱糟糟，创咱吵吵闹闹，有当时佫叫人争，吼。啊，像即种物件，你认为是一份报告，啊一份钱，还是讲恁有想讲？无大家坐落来吼，开一个医生即健保的国事会议吼，啊好啊来要开炮来开炮，啊要解决问题才来好来解。恁有安尼想无？恁工会安怎想？其实阮工会，阮是认为讲哦，即马，不管是这健康台湾论坛啊，是讲这健保署这个会议，哦，其实拢应该会当搁听愈侪团体甲这外口的真正去站的这人的心声啦。目前的感觉就是讲，咱话甲安尼，人拢要烧声，毋过因听起来嘛是讲啦，咱搁互阮一寡时间啦。啊，毋过我嘛无啥确定讲因真正有听到嘛，因嘛无啥确定讲咱即马真正感觉这问题，因即马拢有知影，啊有在对症下药。所以我是感觉讲，确实像主持人你讲的，就是讲这沟通桥梁啊，这个平台应该爱互伊建议一下。哦，过这个就是讲这几年，阮嘛一直咧甲政府甲伊建议，啊，毋过就是讲目前的这个政策形成的模式，嘛是讲咱较甲医院的这个领导者，也是讲甲各学会专家，目前安尼来讨论啊。啊，毋过我是感觉讲这倒来一步一步来，目前的角色就是讲咱提供建议吼，啊，真正互了社会大众了解讲，咱即马去这个这基层的人真正面对。但是我来报一个好消息啦吼。这卫福部吼，咱的招中梁这个署长吼，伊讲表示讲医疗院所吼要取得相关的资源补助，你本身来提升着医生的这个薪水，甲改善收治的流程，我才有通钱甲你拨落去，才有讲着恁啦吼，这是好代志。但是我想要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你是安怎即马佫要留伫基金部？其实就是讲，阮嘛是爱即种
会当解决病人的身体问题这种感觉。而且就是讲咱，你拖大贵呢？我想要较紧看到讲咧问题病人的问题有去互咱解决，应该是这种感觉啦。阮这个专业，就是种是讲经手医美，这种每一种工课拢有伊的专业。毋过就是讲，家选择这种家较熟悉的嘛是做诚久啊，嘛无较无要想讲要做其他的代志呢。就算讲主持人是今日问这个问题，其实嘛有人甲我问过，毋过我真正无认真想过讲要做其他的头路。你敢袂亚先吗？有当时阵看病看到这神的啦，毋过还好，就是讲咱同事拢是给力的吼，所以。歹势，你处理后面，敢有甲你支持？咱厝的人拢都甲我支持的啊，就是讲，毋过阮其他的厝的嘛是有其他的家人嘛是咧做急诊的头路，有人做护理师啊，有人做啥物，啊，大家就是长期拢会抱怨，毋过就是讲嘛是爱做继续做啦，嘛是爱继续做。好，感谢陈医师吼，即提供咱第一手的即个意见甲观察。刷来这3位吼，你才听话，你若有时间再来听话嘛。感谢陈医师。谢谢各位拍摄各位前辈，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加油啊，干巴的吼。刷来吼，要请教到陈院长哦，伊讲了真济吼。不过我头早进前，我看真济即个方案啦，吼，这改革的方案足济啦。但是我认为这就是强验呢。吼，咱台湾人吼。有要遮便宜的健保，就是遮方便的健保，所以地书就讲你就今仔个人作业个人担，去检测才会读到安尼，是安尼吗？我看门诊嘛，真侪安尼这种代志呢，医疗。急诊拥塞问题，事实上是自古就有了，于今犹烈。是讲古早就有，即马愈来愈严重。因素有几落个啦吼，头一个就是因为今年年初。因为流感，5月以后因为 COVID， 所以病人确实有增加，但是3、4月有小可缓解，这是我说气候因素是一个。第二个因素就是因为人口老化，各种有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机会越来越大。那急诊是最容易不用预约就可以去挂的病，24小时、360天服务，所以这是它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偏偏呢。我们现在年轻人变少，每个都是宝贝。那宝贝以后，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年轻人都告诉我说，他们比较喜欢生活工作平衡，平紧，所以的希望呢，卖做这个高压很累的科，所以你来源不足，病人又增加，那平常就已经慢性充血性心衰竭，一旦急性恶化，就会爆出这个状况。那要怎么改善？当然，事实上你去看急诊那个暂留图，台湾亮红点的没有几家，不是那么严重。哦，对你去仔细去看的话，比如说以台北市为例，亮红点的台大、北荣、长庚，其他私立医院呢、中型医院呢，有亮红点吗？没有啊。但是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的结构上，我们的病人有充分的就医的权利。不止他到哪里就到哪里，甚至他睡不着，他也可以来挂急诊。你还不能不给他看哦。他说你不给他看，至少拒绝病人，他要投诉你。所以就说这个自由度，那我们很难掌控，让病人去适当的分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用所谓的区域联防，这是精神喊话，并没有游戏规则上的确定。你小等，你讲的区域联防吼，这是什么概念？区域联防吼，敢若是拍篮球的区域联防。但是在医生馆是安怎来讲这个区域联防？好，举个例，上个月桃园卫生局长贾局长召集我们这些急诊部的主任以及副院长上的来开会。好，那这里面就有几种状态嘛上整个桃园拥塞最厉害就林口长庚。我说实在话，中间但是这能怪长庚吗？不能，因为他很多人想去那边，所以我们只能协调说 OK。假如病人不是非到长庚去不可，我的医院塞不下，我就转到布桃，一样，布桃塞不下，转给我敏盛，大家不要统统往长庚丢，
但是有些情况是一定非长庚不可，比如说主动脉剥离，比如说你要立即取栓，中风取栓，这就需要长庚。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做部分的区域联网。所以整个桃园最严重就是长庚，其他没有。我的医院暂留都平均小于10个以下，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所以这听起来就是，咱有这个想法，嘛有这个做法，但是民众伊就是要香火旺的迄间。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啦，有些很大的病，确实要到医学中心，但这种绝疾的病，在桃园地区绝对不占急诊病人不到10%。大部分拢迄种。讲心肌梗塞，我北民生医院买当27点钟能做心导管，没有问题啊。我有9个心脏科医师啊，所以根本没有问题。但是对病人来讲，高的医生会真用啊。对，我就是说，病人的自由度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哈。但是我们这些区域联盟原则上是精神上的支持，跟精神上支持，意志上的互相帮忙，并没有任何强制力。我跟你说实在话。我买当卖收。不是，你讲你过白赚，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就病人自己自我意愿啦，哈。对，我不能强迫病人转，这是重要的因素。那第二个就是说，有些病人，比如说我跟他建议说，你这个情况呢，我满床，我认为你布桃可以，他说没有，我要去长庚。就台北说我要去台大，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台北一样，私立医院没那么多病人。这有立法不？立法这个还猛。护士长，台湾伤过自由啦，所以要立法议员不一定会支持你安尼做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你20几年前我伫台北县做卫生局长的阵啊，阮的帮叫病院暗时啊无人敢去急诊，无人敢去，我就从院长甲迄个副院长甲秘书3个拢换掉，请别人过来做院长。我免来个月，急诊室都有人去啊！你来愈来愈侪人去。安怎讲？所以你无要改善啊！你若做头人，你若要改善，下骹请会着人设备创也好，人肯来看，佮看会好，当然就一定来看。所以第一来先看讲，这间病院你该做了好啊歹啦。你有人民众有信心无？无，你若无信心，你佫讲。无你老咧啦，我偌济互你，伊嘛无可能啊。是像拄咱陈院长讲的迄，咱在这开药联防，好像台大甲外口病院做来做嘛吼。我台大将一寡病人送互你，偏偏病人都歹去啊。这就有这问题发生啊。所以第一立法可能不可行。有较困难，可以啦，有较困难啦，因为咱的民意代表可能袂支持你安尼做。但是我感觉这是强硬呢，何老师。咱来想看卖吼，这会当袂当吼，拢是做嘛，就是看你要去做还是唔去做。咱想看卖，踮咧英国吼，你袂当去一个病院，你一定爱先看你的家医，你若无你的家医甲你转诊吼，你无可能。咱若甲伊设做安尼的时阵，就会使对无？但是即马就是讲。咱拢因为咱对真很紧的吼，改变松绑真容易的哇。咱即马很松，你甲缩起来吼，当然很难。即马这款代志就是爱宣导嘛，咱爱甲这个观念甲伊讲，咱大家拢咧共一条船顶头。健保真珍贵啊！毋是，你即马你去占迄个位，即马是恁妈妈要过来的时阵，恁家己厝的人嘛有可能会破灭着无？你若迄个歹习惯，大家拢安尼讲，有一天嘛会害着你啊！所以咱即马拢爱想讲吼，你有替别人吼想的，有替别人就是着想的，最终拢是替自己着想。我 OK， 你先赢。对，嘛毋免安尼，就是咱你爱看讲，这大家拢是踮咧一条船顶头，就干那食的物件尔。你占较济，吼，你无需要占较济。我感觉这是一个概念啦，毋是遐严重啊。胡老师，你安尼讲起来，我想到我细汉的时阵吼，差不多50档，吼50档、50几档进前吼，我会记阮妈妈、阮爸爸拢甲我讲，
要去迄个大病院吼，迄基金是唔通去，迄足贵的是吗？嘿，伊讲毋是讲足贵，讲吼遐有真急，真哦，人咧做，人咧咧医治哦，你莫共吵，吼，这第一，第二吼，迄内面毒足济，吼，你甲囡仔吓嘛吼，毒足济你毋通去，吼，啊大病院毋通去，咱尽量来即个小门诊。我毋知影因这做老师人是安怎有这个观念50几档进前。啊，但是咱踮咧这个系统嘛是爱改善啦吼，因为这个急诊室有真侪人，真侪足侪共款无共款的人。对，我还记得迄阵我学生的时阵吼，咧美国洛杉矶吼。因会当互，毋是学生，对不起，迄个住院医师的时阵，因会当互阮吼去打工。吼，就是讲，踮咧急诊室边啊。哦，阿鲁拜多。开一个叫做 urgent care， 照顾啥物人？照顾内科甲儿科的人。好啊，我们内科就会当，你就下班的时阵，你下班的时阵，迄天会当，你就去2点钟顾。啊，他给的薪水很好，所以。啊，你都可以照顾家的人啊！啊，内底嘛有一个主治医生。这是不是 PA 这叫 physician assistant？ 哦 ，no， 我们是医生哦，我们已经是医生了，只是还不是主治医生。你讲好啊，听起来真好啊。对，我是感觉啊，即马我有去看讲外国，因为欠医生这个代志吼。各国拢共款，先进国家拢共款，但是每一个国家其实。最主要不是绝对的欠啦，嘛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对，所以你爱去看，你爱有一个大数据去看讲到底是什么代志啊，什么人爱去倒位，啊，就爱改怎么改宣导，你什么病就爱去倒位，唔通来食。老师，你伫 LA 去，这是几档进前啊？你是安怎爱问这个代志？你主亲啦，你做笑咧？敢是5档进前？1980几年啦。人因这制度已经是真因为伊迄嘛是一个真人口真侪位啊，啊嘛是医疗嘛是真麻烦的代志，所以一定是拢足侪人的啦，一定是拢足侪人。我一个住院医师，我一个暗时。我下面有 intern 2个 intern 甲2个学生，我一个人会照顾40几个人，伊每一个人40几个，因为我有分组主要医生是3、4个，对，但是我要看着这些，这是嘛是真紧张呢，啊，拢袂当困啊，一定困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一定这款代志吼，咱爱想看这愈来吼。会愈严重，咱爱甲台湾人讲，这愈来会愈严重，因为老人愈来愈侪，囡仔愈来愈少。我想讲，我看今仔日讨论刷以后，就免过来讲这个问题。但一定急诊拥塞哈，有学术论文做研究。第一个方法用道德说服，说你不要再来我们拥塞了，发现 no effect at all， 完全没有效。第二个办法，提高价格。有一点点效果，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是什么？当你急诊觉得无法负荷，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病人不安全了，我看太多了，不是，不能这样，就说我宣布除了第1级紧急病人以外，我通通暂时停看。对啊，就是艺术一样，就是这个方式，就致命我当然要看，不致命我通通不看。可这三个办法在台湾有它的困难。比如说，假定某个医院说我病人负荷过重，我暂停挂号，除了第1级病人，我相信那个医院会上报纸。哦，那提高价钱也不是不可以，马上就会被媒体轰得半死。台湾健保最得意就是因为我们方便又便宜，那这个方便又便宜造成了乱象，想要改它，健保局当局是要非常痛苦，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困难就在这个地方。不是对。拄啊，迄个何老师有讲过吼，讲其实是分配不均，其实这真正事实是安尼无毋对啦。咱台湾差不多400个人口都1个医生嘛，这根本无欠医生。以咱急诊科的医生来讲吼，通过有迄个专科医师执照的啦吼，差不多2200个。
但是目前即摆咧做急诊的1,700个，1,700个，所以是2成无爱做，啊，互你诶，你做者你无床嘛吼，无开床，所以你急诊会塞无法度嘛，啊，互你诶是平均咱1年通过是考到即条是9000个护理人员，9000个啊，大家嘛袂记哩吼，护理做歹考的哦，比医生较歹考哦。今年2月因为考试的通过率吼，17%哦。毋是50%，是17%哦，系哦。所以比考律师较痛苦咯。律师比这考较严重，嘿，律师可能2-3%尔。无啦，即摆律师真好考啊。即摆较好啊。嘿，即摆律师加悬啊。所以第一就是我咧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伊护理师差不多30几万已经通过啊嘛吼，但是真正咧工作的嘛是16万尔，一半以上拢无咧伫迄职场咧做护理师，拢做别项工作。啊，医生为什么2成的急诊的医生，伊摕到即条伊不爱做急诊，伊要做别项，所以拄到迄个陈主任伫迄个线顶有讲过嘛吼，其实伊家己有可能咧想要讲歹势讲啦，迄真正是吼，有部分是咱家己医生本身来想讲，我当初是安怎要做医生，你有迄个使命感无？有无？为什么陈主任要去留咧遐做，啊，有人就不爱留咧遐做？就看你有使命感无啊！我想要做医生，想要救人，我继续做。较少钱嘛做，但是即摆政府有看到，因为你少钱，所以留袂着人嘛。所以不管是护理师你爱加钱互你去，还是急诊所的医生爱加钱落去，这是政策是对的。啊，钱要用伫咧刀口上，就是用对啦。啊，你若用了毋对吼，病院一工看无一个急诊的医生，你也要花10万。啊，迄一工看100几个，你也要花10万，就无意思啊。所以需要你政策方面做个鼓励人才有认真咧做、认真咧做的，才会病院啊，互伊较济迄个帮助，安尼因才会想要做。我其实吼，做了真侪工课，我做了真侪功课啦吼。我看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吼，我反正好，我都甲列出来吼，我读互大家听啦吼，看可以不可以啊？胡老师你听看卖吼。第一，差别费率啦，吼，这是咱就知的。第二，你非同情的这些自费的比例哦，提互悬嘛，这第一。第二，咱在这个大病院边啊，有这22点钟的这照护中心啦，吼，这照护中心，吼，上好这而且还有部分的社区吼，譬如讲较热区的所在吼，有这个夜间门诊，社区型的夜间门诊，吼。有通好做这轻症的病患的处理，吼，这第二，就是亲像讲拜日拜六吼，要当时去找医生啊，这种概念。第三吼，还个急诊的专职的护理师，吼，急诊专职的护理师，我安调来调去，啊，而且吼，伊薪水就要悬嘛，吼，再来，共一个急诊室内面还有药师，吼，还有社工，吼。有诶吼，啊，叫安大诶，啊，叫理解诶，吼，啊，问病情诶，吼，经处理又好。其实我即摆已经看到讲，某几个即个急诊室内面，也有即个 NA 吼，咧做体检啦，吼，啊，咧做注射，啊，咧做部分诶医疗诶工作，吼，啊，咱台湾还佫无 PA， 所以咱一定会当补充。胡老师，你安怎看？就你诶经验？你拄我讲，迄咱家己归纳起来，其实嘛是干咱2个代志尔，就是讲，伊有底气，咱无爱互伊来遮的时阵，伊有底气，所以你不管你是讲急诊啦，是啥物，你就是你提供一个位有当去，咱即摆要叫伊分流的时阵，咱一定要有一个位互伊去嘛，对无？啊，你即摆你甲伊若即摆来遮讲急诊，伊讲你不行，你一定要去那家医院的急诊，伊就讲。那我就不要去那家医院啦。但是你即马甲伊讲，你的病无需要来急诊，你的病是爱去看内科也是啥物款，啊，伊遐有人甲你看，所以伊的想法就无共款啦。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啦。我感觉你拄啊讲迄吼，全部咱们台湾，我们拢爱想办法来讲，来执行，一定可以嘛？你都爱去甲做就会使啊，不可能不行啊，因为。医长，你感觉咧？可行性偌悬？胡老师是真赞成。就是讲，你要叫患者转移，
以台湾这种自由的制度，佮甲大部分责任怪到病院的身躯。我刚跟你讲，你叫别人走，你投诉信接不完，卫生局的一直叫你回答。一定，就我安尼设想啦吼，如果吼走来你民生吼要来急诊，你来讲歹势，我搁另外一间分公司，分病院这诊所这24点钟社区型的，这遐内面医师会照常甲你照顾，而且我用车甲你派去，你去遐，安尼有可行性无？钱啦、安怎啦、人员啦，会当讲，但是上主要台湾急诊足俗的嘛，你叫伊去urgent care也无较俗啊。对伊来讲，伊看急诊部700块，包括 CT、MRI、trauma， 我大外伤都700块搞定。他为什么要去urgent care花500块？一度啊讲，病人自己会盘算，然后不要忘记，现在急诊的拥塞，很多的病人至少4、5成是慢性病，尿道发炎、安养院病人感染，这个小车祸受伤，这个才是最大。中，你真正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中风，人拢随甲你处理，老实甲你讲。所以你急诊部你看遐战略拢啥，他们都是一些至少不会立即维持生命的为主。啦。胡老师，你还没补充啥？我感觉你拄啊讲遐的吼，拢爱一并执行在一档，因为它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对，比如说分级哈，那你就要分级；那不同的给付，那就要不同的给付。对，啊你呐，我拄啊就在讲啊。伊讲病人不爱出去，就说你 medical center 哈，就是医学中心，你来，伊病人讲你甲伊讲，你这个病无遐严重，你去别位。病人唔会信，那你没办法信，你的迄个，你互伊自费啊，公款力在哪里？互伊加4倍啊、5倍、10倍啊，你就是你爱想办法，因为甲伊讲你，因为你爱家己去想啊，你占别人的资源，医疗主管，对，你占别人医疗资源，你来付钱啊！有时我会当去迄个自费的门诊，我付足侪钱的啊！迄自费门诊我付足侪钱的啊！因为我要爱啊，我不爱等啊，所以爱家己安尼想。副市长，何老师在讲的这个做法是真趣味、真对啦。不过伫台湾要做真困难，因为你讲要去转移，拄啊咱一定要讲这要转移的代志吼。你若讲以代为例吼，你若讲我建议你去对一间市立病院吼，迄嘛是阮合作的吼，医生真好，我用车送你去好无？反正嘛是个海头，我无要去啦。你若讲好，你若无要去，阮遮可能爱收钱收3倍2倍，小等来市，阮一定拍电话来，无你会就拍电话来，所以你做医疗你头壳疼。所以不如卖插，点大咧，猛大安尼。互伊家己受不了。在我任内推动过台大跟私立医院急诊转过去的措施，答应的病人不会超过15%。大部分都讲不，我就是喜欢台大。然后至于说收费问题，台湾现在急诊制度是来缴1次钱，你是待3天、5天、8天、9天，也是1次钱。台湾制度是这样，所以你要把它收3、5倍，我保证那个院长投诉信不断，然后卫生局要调查你，立法院要咨询你。没有，除非大家有共识，不然台大院长虽然是我学弟，他也不敢扛这个责任，没办法了。因为民众不接受，就找议员、找立委、找报纸，媒体先 K 你一阵。我感觉咱来安尼想啦，咱来标题是讲来解决急诊拥挤的问题。咱这个今晚要讨论的议题是解决急诊拥挤的问题，不是要甲你转诊。其中甲你转诊是一个方法之一，咱就爱甲大家安尼讲啊，因为安尼就立委就袂来找你啊。因为我今晚问题是急诊拥挤，我这拥挤，我病人我嘛照顾无好势啊。因为有人点啊等足久的，有真重要的点啊等足久的，无就安尼啊。我重要的人先看，你无啥重要，你点啊慢慢啊等，你等3天我再甲你看，嘛会使啊，对不？因为重要的人先看。无人敢互你等3天所以你就出去啊！因为咱按病人吼的紧急程度来看的时阵，
拢是紧急程度的人先看，我人手无够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吼，在乡验伤吼，譬如讲我厝里若有4大人伊跋倒，吼大康细哩，毋是讲介严重。我未想讲要带伊去诊症呢，我想讲看有这外科病院吼，通好来去看，但是可能是暗时9点外10点啊，找无所在。如果若有这种病院伫的，我相信应该真受欢迎吧。啊，做有生理吧。你嘛是带带去迄间病院的急诊部。伊就是外科病院啊。也是有急诊、门诊的分呐、没有个医师愿意整天在医院 on call， 没有那种医生。所以一定要设一个特种部队在照顾，所以你这个假设是你要送去那个外科医院的急诊部一样。即摆的小总额就是有限制，这病院无要你开夜间门诊，无要你开夜间门诊。我会记得阮细汉时候，阮放假吼，一个叫永康病院啊，伊是外科病院啊，伊伫24点钟咧收呢。迄阵时啦，到40-50档进前啊，我嘛毋知影，迄阵也无健保嘛。啊，可能后像无就像迄个乌道病院吼，叫洪恩啦，哦，洪恩无啦，毋是啦，庆生啊，庆生啦，歹势，讲毋对吼，歹势。拢倒啊，啊，拢倒啊，就因为健保的这个制度的问题，拢做袂落去嘛。所以伊就这，你讲就一定爱是伊牌仔压出来的时候，我就是24点钟去诊，安尼才有可以。即摆问题是安尼啦吼。你讲遐个病院是安那关门，就是即摆健保的支付足低嘛，啊伊无法度支撑安尼。你要叫人一个医生24点钟到病院等缓假，你要付多少代价？总要付钱嘛，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做？他有太太有小孩啊，所以这很困难，所以还是要到那个医院的急诊部。你看台湾所有的从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县都有急诊部。就是希望把这一边都放在急诊以后，由他初步处理，分流再往后面送，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处理。可是现在就是说实在话，这个往后送这件动作，因为急诊不可能 cover 所有的事，你要洗肾，急诊不可能设洗肾室啊；你要做心导管，其实要设心导管吗？不可能。你要做紧急胃镜，记得设胃镜室吗？都不可能。这就要照会心脏科、肠胃科、肾脏科。所以这些医院里面的如何无缝接轨，就是考验院长跟各科部主任的行政能力跟协调性。讲就是这样，急诊无法单独作战。那要做到安尼，这上无爱中型病院医生才有才调吧？是，吼，所以我看就变做讲 medical center 都爱做一个分公司，就去下站就去经营，才有通啊调度这个资源啊。应该是安尼吧？有啊，台大现在有台大体系，有台大、台北、新竹、竹北、云林、虎尾、竹东，跟那个金山，农总系统一样啊，北中南、桃园什么一大堆，这个已经在建立了。哦，长庚也一样啊，长庚不是有基隆、林口、台北、桃园，还有嘉义，还有高雄，你看那么多，但是。这个有副作用哦，是啊，这些大的圈越大，这些中小医院倒得越快。台湾地区医院是在关门中，原因就在这里。对啊，我讲因为吸加呢，大家都不爱去，就是上去来的病院啊。所以就说，这个生态非常复杂，每动一件事都要很仔细。假定台湾现在突然实施转诊制度，开始实施，我可以告诉你哦，很多医学中心会倒闭。医学中心会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只能接受转诊啊，他门诊收入超过50%，马上剩下20%啊，伊没记载，他就要支遣一些医生出去，不然这些医生要去哪里？一不还价啊！这都不是革命哦，这都要改革，慢慢改良。所以要渐进式。哦，叫你转诊才能到台大加医科看病，加医科怎么进？这徛讲穿衫改衫，衫穿掉来改衫的意思。啊，那所以就或者你以你的经验，啊，都要先切落去安尼。基本因就是咧慢慢咧切啦。
因这么咧做是咧慢慢切，慢慢切的是。慢慢切，那种医生拢叫零低掉。伊即摆开始用迄什么迄个社区医疗群啊，吼，遐慢慢互民众讲对这诊所有信心，小病有信心，啊，慢慢看讲吸收这人，门诊的人吼，尽量都留咧基层的，莫一个拼去医学中心。这几年看了有小可有成就，咧改变啦。啊，所以拄则迄个陈理长讲的，我是感觉真对啦。你若讲要安尼一个刀切落去吼，我相信真危险。啊，所以你可以慢慢改，慢慢改啊，民众慢慢有信心讲对。我其实这个病无需要慢慢改，反正民众嘛是家己做得来。嘿啦，嘿啦。施崇亮署长有注意这件事情，他发现说，在国外住院跟门诊差不多一半一半，台湾可能住院只有六成是门诊。所以他现在想要限制医学中心的门诊的量不能占收入的55%以上，叫你逐渐瘦身，把病人转去门诊、转去基层或是地区区医院，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人性嘛。但是我看嘛有大病院开始甲门诊吼开伫社区呢。有啊，是啊。哦，即马有咧做这种营吼，联营。哦，但牵涉到多，就是我讲，你后面副作用会跑出来哦。独立经营的中小医院会关门哦。这何医师啊，这何老师你安怎看这项代志？这若要改良，佫袂当一出来伤重药，食落动情才缩起来。你即马惊讲 medical center 会关门，伊若无迄个需要，就互伊关啊。啊，当然，我的意思是讲，一定有迄个需要，因为伊上困难的 case， 它一定要有嘛。啊！你即马你会甲你的医生，你讲慢慢啊，互伊出去啊，看是看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出去。踮咧美国就是讲，我会当有一个门诊，家己一个医生，啊，我嘛会当甲我的病人，吼，伊需要大病院的时阵，去即个病院啊，但是即个病院我嘛有一个职业，我会当入去看我的病人。你听有无？平常我无踮迄个医生，无踮迄个病院看病，但是敢若特约的概念啊。对，我会当，我若有我家己的病人爱去大病院，我会当入去。所以你嘛会当有一看要安怎？啊，当春秋啊。对，你爱 flexible 啊，你一定爱互伊进迄个。啊，而且这病院嘛，感觉讲，我这有是大医师，譬如讲，阮闽城有陈医师伫遮，大家就感觉哦，这大。对大兄咧坐垫安尼袂歹，啊，大家有信心。上基本的无讲是美国 open system 是因为一起甲病人收费嘛，所以可以跟开业医合作。台湾是医院给你一个总额啊，那我的总额给我的外面的人吃掉啊，兄弟没得吃饭，那这样更严重啊。我家己饲的医生是我的兄弟，啊，无饭通食，啊，饭个捧互外口的人食，兄弟甲我拐啊，所以这个基本的设计就不一样。这问题在这里。哇，这就麻烦了。你观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已经无啥，什么叫中亚限制吼？你即摆你当看，你当网络顶头去找一条新闻哦，台中严重啊，讲今年啦，讲断头啦，讲你超压啦，哦，你的点数超压了，我给你拍折，哦，我给你拍折，啊，互伊损失，啊，但是咱的副部长吼，处长就讲，无啦，伊实际上的营收是增加啦，吼，伊无遐差啦，吼。但是我就是一个疑问啦，吼，就是讲，就亲像我的来宾吼，真侪人拢讲，我年初的时阵吼，下死命拼点数紧拼到中间的，拼到年中的时阵就小收啊，我都唔通收啊，啊！你看病，你病人啊，搁爱经时间的，年初的时阵紧破病，啊年中的年尾的时阵就爱紧缩起来，无到时阵就无法度看。啊，这唔是安尼解决。英国都有制度啊嘛，伊安尼处理啦吼。像今仔日要心脏做心导管，我互你病1000台，所以一剂250台，主任就要去负责管控。比如说，我先到200台，那其他50台。留给紧急需要的做，那这样才平均。这是为什么在英国你要做导管，平均等1到2个月。对，就是这个世界又要便宜，又要有效，又要快，好，又要自由，这是乌托邦，不存在。
所以讲句话就是慢慢要改，但动大刀改就怕引起太大民众的反弹，就怕引起就是说等一下北南动大刀哦，点到它跳起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改。你不可能，我们现在又要好，又要快，又要有效，又要自由。啊，那中亚关节，你讲话咧？这不是一个中亚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好的武器啊。总额不管制也可以啊，吼。那大家要答应哦，增加健保费。对，他一定会超出嘛。我是真赞成增加健保费的，我老师。一定爱增加。你会当增加，你就甲迄个。这么咱平常时保费，你若是出险了，你就保费就增加。你每一个地区吼，低收入的人，什么人你一定知啊。你甲遐个人保护好势，其他的你就甲伊增加，因为无迄个理由，那么便宜啊，无迄个理由。低收入应该是用社会福利补助，本来就有，但是问题是我们总投资不够，台湾目前。使用在健保在 GDP 的只有6到7%，不要忘记日本是11%，英国11%还在暴动，还说什么罢工什么过累。韩国9点多%，美国16%到17%。这地方有人拍下撑。第一是真正是保费爱一定爱提升啦，啊，第二爱有民众有一个智慧吼，自负的迄个甲迄个感觉发生啦，无你即马落去即马大吼。收入10块，其中有3块是民众自费的，啊，100收10块，民众是5块自费的，啊，营总是4块，啊，到尾你落去，过几当，哇，啊，这自费比迄个健保更加济，所以按都无失去了健保的意义。健保意义呢？都无呀。啊，真侪药材啦，新的物件，伊就我规矩卖趁这条健保的钱，搁你剁来剁去的。我规矩民众，我大家，我讲就好就好，你卖插我。那何老师，我一直感觉讲吼，这个病人，伊若要一定爱去这个病院，这个原则就是讲，伊咧选嘛。伊若咧选，啊伊的病吼，若真严重，会当来这个病院 ，OK， 你就来。但是你若无迄个需要，你一定要来的时阵吼，你要付钱啊，你要家己付啊，啊嘛是共款啊。总额无总额，我是感觉总额人家搞的时阵，你讲我已经总额搞啊，有需要来看，你家是甲看；无需要来，你就甲自费啊。伊就爱全部自费啊，看偌济就爱付啊。你去看自费，我有一遍去一个位看自费，我敢若带我妈妈入去，搁出来尔，1万几块。不过以台湾目前健保法，何老师这个作为是违规的。因为健保有规定说，它有给付部分，医院不得擅自收费，收费的话要处分记点。甚至叫你医院这样子罚钱关门都可能。不是啦，我讲的当然是爱大家讨论之后，爱改变啦，无讲你家己安尼做啦。医疗的意思还是讲，这里就爱去参详啦。对这个原则。健保局源头上要打开，一定爱。哦，所以经理者，观众朋友听阿冇啥，第一，咱的这个投资根本就无够，爱提升。立法院吼拍卡层，吼，这第一，医生爱提悬。第二，这。健保总额爱来检讨，看配套是啥物？哦，啊，再来，迄讲落去的钱哦，爱讲到位，啊，再来就是。嘛爱自费。啊，我感觉民众家己爱自我觉醒呢，像阮这吼，已经用健保头30几档吧，咱健保头正好30档嘛吼。应该爱好好来检讨，来更新的健保2.0哦，爱好好来做，无咱我哪来吼？大家拢爱去，拢用着会轮回呢。哦，这是上重要。不过我还是想要问一个问题，就实务上吼，这基金式理想应该有多一寡人员，除了基金医师以外，一定。基金是一个团队运作，哈，医生、护理师。专科护理师、药师，那些都是需要的。它是一个团队的经营。急诊没有英雄，你没有人说我去看急诊。有书爱在现场吗？现在几乎所有急诊旁边都有设药局。以台湾的目前的状况，因为你不设的话，总不会我开个药去外面拿药回来给我打，这怪怪的。台湾所有的急诊部旁边
都有药局。我的意思是讲，这个药师爱在这个医疗的现场来面吗？依法就是这样，不然就是违法。对。我唔是伫药局嘅批给了，才出现。在急诊药局里面，急诊部包括急诊药局。啊，那亲像我他讲的 PA 就是 physician assistant， 还是其他的人咧？头早讲的医师助理，跟专科护理师的观念，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医师助理是协助医生做某些事，专科护理师可以做部分的简单的诊断及处置。那台湾目前的专科护理师制度，类似美国的 PA 医师助理。台湾专科护理师第一个，做过较济，很少，较少哈。第一个是台湾专科护理师不愿意扛这么大的责任。第二个。